法官大人，我指控被告涉嫌惡意造謠罪。呢度係一份造謠嘅聊天記錄，上面顯示被告喺一個500人嘅大群裏邊發咗一張肥春瞓喺電梯房嘅相，並發表咗一啲話肥春香咗嘅言論。肥先生，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當日發生咗啲咩？嗰晚我打呼太大聲，我驚嘈醒室友，就諗住自己一個人去電梯房瞓一陣咯。點知被告呢條粉腸唔知幾時偷影咗我，仲喺網上四周圍咁造謠我香咗。等我醒翻之後啊，成個朋友圈都喺度為我 RIP， 我真係唔死都冇用啊。Objection！ 肥生，你口口聲聲話我當事人造謠你香咗，但係你可唔可以攞得出證明自己仲未香嘅證據啊？係喎，證據呢？張轉啊！咁睇嚟大家都已經將肥春香咗嘅謠言作為真相啦。好，咁我而家就打電話俾肥春，等大家都聽下肥春仲在唔在世。肥春，準備好未？法官大人，我係肥春啊，我仲未香噶。吓？仲未香？係咪香啊？係咪香啊？冇理由噶。大家都聽到啦，肥春已經證明咗佢未香嘅事實，咁即係話被告的確喺度造謠。法官大人，我冇嘢問啦。各位，啱啱聽到肥春仲未香嘅消息，我同我當事人都覺得好欣慰。其實我當事人係好關心肥春噶。當時佢睇到肥春瞓喺電梯房，佢仲以為肥春係有生命嘅危險，所以先第一時間發消息喺群入邊，目的就係呼籲大家關注肥春。佢唔係惡意噶。反對辯方律師根據自己嘅諗法作出無理嘅猜測。法官大人，我要求審問被告鐵頭。反對有效，傳被告。被告，我問你，當時喺案發現場，你見到肥春冧低喺度，你係咪真心以為肥春香咗？係啊。但係你喺聊天記錄話，你聽到白車嘅聲音。我 check 過嗰日喺學校所有嘅車輛顏色，全部都係黑色，根本就冇白車嘅存在。請問你點解要講大話？因為咁樣講生動啲啊嘛。生動？點解要生動啊？因為係咪因為咁樣先可以令大家更相信你嘅謠言啊？你當時根本就冇真心去了解發生咗啲咩，你腦海裏邊只不過係充斥住博人眼球嘅諗法，於是你歪曲事實，添油加醋，令大家沉浸喺你嘅意淫當中。你咁話，你唔係喺度惡意造謠？ Objection！ 我當事人並冇博人眼球嘅諗法。呢一份係群聊記錄嘅後半段，喺上邊我當事人清楚表示咗，讓大家唔好再轉發。但係嗰啲傳謠者呢，佢哋並冇停止傳播，先造成受害者如今嘅悲劇。所以我認為錯嘅唔係我當事人，而係嗰啲傳謠嘅人。傳謠者係有錯，但係造謠者嘅錯更大，因為佢創造呢個謠言，先引發大家相繼嘅轉發。你哋諗下，一個傳兩個，兩個傳四個，四個傳8個，傳到而家，連我鄉下嘅阿嫲都知道啦。阿媽都知道。謠言啊，好似病毒咁，不斷分裂，不斷變異，到而家已經傳出幾個故事嘅版本。有人話肥春係因為唔沖廁所，俾室友遺棄街頭；有人話係因為飯堂嘅餸唔乾淨，導致食物中毒；甚至乎有人話肥春俾人督。都係唔講啦。而家肥春出個門都要戴個頭盔，驚死俾人話佢係鬼啊！請問智大將，如果唔係因為被告做咗呢個謠，肥春點會咁委屈啊？你仲好意思話佢無罪，推卸責任？各位陪審員，公道自在人心，你哋睇住嚟啦。陪審團，請你哋做出公正嘅裁決。真係氣死我！法官大人，我們陪審團一致裁定，被告罪名成立。本席宣判被告罪名成立，判間發朋友圈生日，即時執行。Objection， 點解判得咁輕？反對無效，都係咁判嘅。咁發朋友圈3日，咁3日之後呢？佢好似冇事人咁繼續生活，但受害者呢？佢要用幾年甚至更長嘅時間去澄清、去狡辯佢係一個人嘅事實。
真相係跑唔過謠言嘅。洪峰律師，請你坐低。明明唔係佢嘅錯，但係坐低佢要為所有人嘅錯買單。請你坐低公義何在？施大聰，本席而家控告你藐視法庭。控你老味，我唔撈啦！回家。你係咪真嘛？太過分啦！以為我想㗎？唔通造謠就要判死刑咩？